calling，那我柯林，大家好，大家好，嘿，我是火蛇，然后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魁宇，大家好，我是魁宇。你是魁宇，我看你怎么还没开播？我开啊，可能有一点延迟，等一下我应该开了吧？啊，对，我开了，有，看到了，太棒了。好，那我想想哦，其实好，没事，就是这个我没有先跟你说，但是那个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闹五科林要升级成闹五科林 Plus。好，没事。要干嘛？也没有要干嘛，就是我决定了，我决定增加一点趣味。我以后会在那个每一集的直播里面偷走来宾的口头禅，然后在下一集的直播里面使用。所以我今天会努力观察你的口头禅，然后把它偷走。好，听起来好像很无聊怎么办？没有啊，我其实没什么口头禅呢。说实在的，真的我也觉得应该说你要认识我久一点，可能才会知道我会讲什么口头禅。有道理，太好了，那我只好想办法跟你多联动吗？应该说，可能要3次元的朋友才比较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平常会讲些什么东西。好，这个就比较难了，好吧。要联动当然是可以啊，而且我之前不是看你说你想玩那个猛兽派对，也是因为你啊，因为那个你有请我剪那个猛兽派对精华，然后我剪的时候就觉得，怎么看起来这么好玩？真的很好玩啊，真的推荐一定要去玩一下。对啊，我本来也没什么，我本来就没有玩过猛兽派对，我是因为有剪你的精华我才知道这个游戏，就是看那个很可爱的动物互相痛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爽。而且那个游戏没什么难度，就是想办法一直变就对了。OK， 这是一个宣泄暴力的 party game 这样吗？没错，太棒了！伊藤绿茶老师晚安，你好。好，那其实今天原本也是有稍微准备一个主题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有玩 TCG 嘛，就是对，然后我就想一想，其实原本是我们一直想不到要特别聊什么主题，然后就是是你发文的时候吗？你就说还是我教你台语好了，对不对？因为我台语是怎么说？要说不会吗？好像也不算不会，但是听得懂，但是没有办法沟通的那种程度。哦，你要说听得懂也没有说全听得懂啦。哦，就是但是确实是没办法沟通。哦，可能现在很多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啦，就是可能家里会讲，然后就是会听一点，但是自己要讲就因为那个难度不一样，或者是长辈讲了，有时候也没办法100%听懂。我们家我阿嬷那边就是我爸爸的妈妈那边是客家人，所以但是我不会讲客家话。哦，就是以前小时候会跟我表弟还有堂弟跟表妹会在我阿嬷家嘛，我阿嬷有的时候就会突然蹦一句就是我们听不懂的客家话，之后呢我们就想他在讲什么外星语，然后他只要每次一讲客家话，我们3个就一直狂笑，之后呢那个我阿嬷就会很生气，那笑什么笑，之后冲过来扁我们，但是真的听不懂哦。对啊，就听不懂啊，没办法。然后我妈妈那边的话就是讲台语，但是我们家就我爸妈他们平常是不讲台语的，就是讲国语，讲国语讲普通话而已，所以自然就对啊，就没什么在讲台语，那就不太会。对，好像大家都这样。我觉得客语是会更少听到，所以应该是更不会，就是会更难学。确实，对啊，就有点可惜。那我有点好奇耶，就是虽然这样问有一点问到中之人的年纪啦，但是就是像我自己在那个国小国中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有台语课的，或是你可以选其他本土语言，就是已经有本土语言课的。那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有吗？有其实讲到年纪什么的，其实我没有很在意。可是因为我本来就没有特意在场，
因为就跟我平常对、啊，就跟我平常发文，我都会说哦，我去某某某店家打牌啊，其实你到那边来。啊，我声音很好认嘛，所以基本上你到那边、到现场就可以，然后听到我的声音，应该就知道我是谁了。对，所以说其实我没有特别在场啊，说实在的。啊，小学有台语课有，然后我们大概我那个时候就是选台语课，我记得。哦，因为我只是突然想到，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啊，他家里也完全没有人会讲客语，但是他就是他爸妈就是觉得啊，你就台语就家里就可以学，那你选个客语好了。然后他国小就选客语课，我觉得蛮有趣的。我那个时候学台语，我也没有很认真在学，不是就听不懂，然后也没什么兴趣，所以就没有很认真学。真的，就是我国小的时候也是，虽然我现在看起来好像非常爱台语，可是我国小的时候对台语课也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一个讲白一点，在那个状况下，它就是个废课。对，没错，就是我巴不就是我巴不得把那个课拿去打篮球之类的，我都开心一点。对，阿红安安，阿杰安安，欢迎。黑花，阿红说什么？黑花爱咩糖唔顺，什么意思啊？就是客语我也听不懂，我越来越会了。哇！对，其实刚刚你那样念，其实我大概听得懂在讲什么，因为以前小时候听奶奶讲多了，所以大概都听得懂一些。我觉得会，就虽然你可能没有刻意学，但是他如果常跟你讲，你至少会有一些字，你一定会就是会知道。对啊，没错。但如果他讲一个比较少讲的，你就有可能就真的没办法。对啊，像可是我记得以前国小那个台语课的时候，我没有学，我忘记怎么学的了，但是我印象中是没有像你们直接把字打出来那样子。因为其实我还蛮好奇的，你们那个那应该怎么讲台文吗？对，那个是怎么打出来的？是有特殊的输入法吗？对，有特殊的输入法。对，因为我想说，怎么以前好像学的时候没有教这个东西。我们也是这个我一直觉得很就是好，我就直接说，就是我有一些朋友是有就是接触这个体制内的教育，反正就是跟做老师有关的，反正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校虽然现在都有规定每个礼拜要教台语课，而且他们的台语课本也是有用这些台文，但是那些老师在他成为老师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学到这些东西，他怎么可能教小朋友？所以对，他们实际上不会去教这个，根本不会教，因为他们也不会，就很好笑。对，乱教。就对啊，就真的是乱教就是我们的国小的台语课超废，我们那个老师他就是每个礼拜就是放一堆台语歌，叫我们自己跟着唱啊，就没了，就这样，也是蛮爽的啦，但是好废哦。我真的对以前小学的那个台语课完全没有印象，真的。对啊，就是真的都不太知道在干嘛。库沙瓦安安，所以那个是爆芒有听过吗？没有就是吃饱没？我记得我阿嬷怎么讲的，我想一下。对，可能讲法还不一样。对啊，因为他会讲什么吃饭某，对，就是问你有没有吃饭啊？对。哇，我第一次听你讲，我不知道我发音好酷。我不知道我发音有没有对啦，但是我印象中是这样讲。我也不知道，但是应该是听得懂。有机会可以多跟阿嬷讲阿嬷是叫阿婆吗？我小时我自己都叫奶奶啦，就是我爸爸这边的，对啊。哇！对，就是那个史番某，对，就是那个东西。没错。你知道自己家是哪一个腔吗？因为客语好像分很多种。我还真不知道说实在的，因为其实很少讲，就是我奶奶有的时候会突然蹦一句出来，然后我们只要是我们就是我这个年纪以下的，因为我是长孙，然后我这个年纪以下的全部都听不懂，没有一个但是我爸爸跟我叔叔还有我姑姑，就我奶奶生了3个嘛，我爸爸、我叔叔、我姑姑他们都听得到，但他们平常不会讲。对。但是
我阿嬷跟他讲客语之后呢，他们都会用普通话回他，所以基本上很少用客语回他，但其实他们都会讲，也听得懂的。真的，就是好像，就我家也是啊，就是我爸妈那一辈，没有，我爸不算，我妈那一辈的也是明明听得懂台语，但是也是会用那个中文普通话回人家。对啊，好酷哦！所以你奶奶是平常跟你们讲话也是会先用普通话，只是偶尔会变成客语这样。对，就他讲太快，或是他忘记怎么讲之后，就会突然转一句客语出来，然后我就会回他一个哈，然后之后他就会之后他就会想一下，之后再用普通话跟我讲。啊，我阿嬷也是都先用普通话跟我们讲，就是可能已经习惯了。他就是觉得你就是不会讲了啦，他就觉得你就听不懂了。没错。但他也没有强迫我学就是了啦，因为其实说实在的，要用到的时候真的太少了。对，没错，现在的社会就是就这样，对，用不到。虽然但我反而觉得会台语还在某些行业应该还蛮吃香的，好像是哦，银行啊、邮局啊这种地方，我觉得。还有医院，我觉得多少会对医院啊这种对台语就很吃香。现在是啦，但是因为有人提到断根，没错，反正就是以后这个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用不到咯。断根也是下面就是说这个语言它已经被断根了，就是它因为一些政策，就是反正现在大家都不会讲了，大家都以后都只会讲普通话。就比如说你老了，我老了，我们这些老人也只会讲普通话了。那也没办法，因为以前没有怎么认真的学嘛。对，就是对啊，没办法，就是只有像我这种啦，特别爱学，自己会故意去学的，才会继续讲。对啊，感觉就是之后才产生一点兴趣之后，就会开始学这样。就重点还是有没有兴趣，就是如果你刚好没有特别有兴趣的话，就是你永远不会特别想要去学它，这也是就正常，对。哇，那原本我是想说，我们可以来那个台语小教室来教那个 TCG 用语的一些台语，但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兴趣。可以啊，你可以教啊。来挑战吧，我问到。其实我是有准备。我要问什么？我是有准备的，我先把我准备的讲一讲好了。好，没问题。我想想，最常用的就是牌嘛，牌就是白啊。哇，好简单啊 ！OK， 好，这个需要打这个其实应该说听声音就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啊。我知道，那就是我用讲的，然后你猜什么意思啊？好，可以。好，那就是你生这个牌的时阵就有牌啊，你通常你会甲足侪张的牌啊，可以组做一个牌桌。牌桌是什么？就是会把很多牌组成一个牌组嘛。没错，耶，太棒了！好啊，你那个牌组你要算进前，你就要把它摕来插牌啊。玩之前要洗牌。你知道？因为我本来不知道，我是后来去查我才知道洗牌怎么讲。因为我家比较保守嘛，他们会觉得扑克牌是什么赌徒的玩具，好可怕，连扑克牌都没来玩，很好笑。麻将也是不可能。我觉得台语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其实你听大概会听得懂在讲什么东西。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大概能够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就是实际上你不会讲，但是你听到之后你就会知道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就会想办法就把它拼在一起这样。我真的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本来不会讲，但是有长辈讲的时候，我就听一听，然后就原来可以这样讲哦。对，真的。好像各种语言都有一点啦，就是有时候英语也会给我这种感觉，蛮好玩的。我想想还有什么？虽然不是每个卡牌游戏都有，但是有那个蒙阿波啊。你说弃牌区是？对，就是墓地弃牌的地方。因为我想一下，像那个，因为我有玩魔风嘛，魔法风云会啊，它英文本来就是 graveyard，所以我想应该直接这样翻应该没错啦，应该没错。
理论上是啦。对啊，理论上是，好像也没有不对。然后有一个我自己也想了一下的，因为我们普通话会讲，就是中文会讲手牌嘛，但我就觉得你直接讲手牌好像听起来怪怪的。那因为在英语里面，它其实是说那个 put a card in your hand， 或是就是在讲你要把手牌怎样怎样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说你手上的牌，所以我觉得好像不用硬翻。因为讲手牌好像感觉就是硬翻，就是你把这两个字拆开来，然后翻译再把它钉在一起的感觉。真的，我觉得翻译的时候很常会，你直接照念，你就觉得有时候有一种硬翻的感觉，然后就会很认真去想到底应该怎么办。但是说不定就是这样啊，其实，因为可能这就有点是在创造新的词啦，因为你知道以前讲台语的人根本就没有 TCG 这种东西，所以就是老实说，你想怎么翻都可以，只要大家都愿意用就可以了。以前的卡牌，例如说什么，像是什么四色牌，那以前会玩什么昂阿标啊这种东西不是吗？是没错。我记得好像也是用什么像牌一类的台语去讲啊。哦，因为我没有接受过正统昂阿标训练，我一直不知道昂阿标的规则到底是什么，没有人教我。我也是很想知道，这真的查不到真的是失传对啊，你有玩过昂阿标吗？其实我不知道那到底算不算因为其实我一直搞不懂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就是豆片吗？因为以前我小学的时候有玩过一种宝可梦的豆片，就那种圆圆的豆片，金属的对不对？金属的跟纸的都有。哦，真的哦，我好像只有玩过金属的，纸好像比较少见一点。对，就是那种纸做的圆形的。你现在上虾皮去打什么宝可梦豆片，应该就会找到我讲的东西。好，马上找。纸做的应该蛮符合我对昂阿标的想象的昂阿标，我只有在那种什么，我找到了，我找豆片呢，第一个出现就是纸的，真的对啊，没错，真的哇，那个就是那个东西，好可爱，一模一样。这个我就没玩过，我只有在叫什么怀旧童玩的那种展览还是什么的地方看过而已，还是什么国小社会课，然后就有一堂叫做什么以前人的玩具，还是叫什么的，然后就老师就带一包来借大家看一看，也不能玩，很好笑那个豆片不就是就我认知的豆片规则？就是你可能要用手指弹还是怎样，然后想办法压在对方上面嘛。我记得，应该说最古老的那种规则，好像是什么要把它往下拍之后，把另一个人的牌给翻过来的样子。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牌往下拍之后把对面的牌给扇起来嘛，应该说扇起来，就是你把你的牌往下拍嘛。听起来好像那个，因为别人的牌会在桌子上，然后你要把你自己的往下扇，然后扇下去之后，然后就会有风嘛，然后别人的牌就会翻起来。如果他翻到反面的话，就代表你击倒成功。好酷！但是我自己玩的时候就以前小学跟朋友玩的时候，就是我们放在桌上之后用手指弹，然后然后看着先把看着先把那个豆片给弹到桌下就赢这样。你们是弹到桌下那跟我的又不一样，是盖在对方身上。我们以前很疯狂，我们还会赌豆片那是一定要的吧？这种游戏的精髓。哇，可疯狂那时候小学，至少我小学那时候很流行游戏王卡，虽然都是盗版，就是那种早餐店牛奶送的那种盗版游戏王卡。没错。对，我们在花一堆钱在正版卡牌之前，应该也都经历过那个玩盗版的时期，可能很多人都有。我觉得这是难免的啦，难免的。因为你最容易取得或最容易接触到的就是那个你一般小朋友生活中应该遇不太到正版卡店吧？而且理论上来说，你看不懂日文啊，你看不懂日文，你那么小，你不会去懂日文呢？不太可能。对，如果说以游戏王来讲的话当然现在因为宝可梦有中文的，所以就又不一样。对，我之前去卡店就是真的看到，可能我刚好遇到比赛，可是那比赛真的有一半都小朋友然后一半是大人，超酷的。真的超酷的。你说宝可梦，对啊，这游戏现在就很
很会推给小朋友。应该说，你之前去的时候是多久之前？1年内吧，好像。那已经是因为这游戏现在就是该怎么讲，有点往上冲的，因为它那个流量有点大了啊，有点大的有点夸张。就因为之前那个手游那个 Pocket 有没有？哦，对对对，那时候很流行哦。对，之前那个手游那个 Pocket 带来了一波人潮，就搞得现在我们这种一般玩家，你要买那个卡包都买不太到。真假的？你说卡店的卡包就是轻度玩家，或是没有在玩，就是想收藏的人也会去买这样子。像我自己常去店里嘛，那有时候就从 Pocket 赛上市之后，就偶尔会走进来一些你从来没看过的人，然后他就会找到柜台，然后跟老板说：“哦，现在有一盒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在讲那一弹补充包的名字。他说：请问有那个什么吗？之后人说：哦，有啊。之后他就买了一盒走。然后呢，就再也没看过他了。之后呢，我就大概问一下老板啊，怎么最近这么多这种的？他说啊，这种就是，讲难听一点叫跟风。确实，对，就是跟风。但是，其实。你要是说因为 Pocket 而转来玩实卡的人，其实也蛮多的，所以对，所以这游戏现在社群就还蛮大的，但是社群大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种一般玩家，就是真的比较有在常玩、有在认真玩的，你可能会买不到一些你想要的牌，这样。那只好单手，不对，没有啦。就有没有？但是好事啦，是好事。对啊，有道理，就是至少可能有些人跟风跟一跟，就发现好像其实蛮好玩的，然后就获得新玩家这样。而且也不是说所有人一进来就会想玩，因为其实玩这东西是需要一点钱的，需要花一点钱的。那 TCG 都是啊，对，所以 TCG 都是。就更不用说你以前玩的魔风了，那个可真的是贵了。哦，那个现在越来越夸张，真的是。对，魔风太贵了。宝可梦应该已经算是最便宜的卡牌游戏，我敢这样讲，应该算是最便宜的。就是你要说它是最亲民的，它是最亲民。那，但是你突然叫一个玩手游的人反正我手游就免费啊，我就下载我就开始玩啊。但是呢，你一到卡店就说我想组一套。可能我很喜欢的宝可梦什么喷火龙好了，结果呢，那个老板按一按给你报价，那个这一套4000啊，再加卡套卡店那些大概5000哈，那基本上就会吓到说，我就是玩个东西也要5000，对，就会被劝退这样子。如果对 TCG 完全没接触过的人，应该第一次听到会吓死。没错，很多都是这样，很多都是这样。哦，有这种服务哦，可以跟老板说我想要组什么，他直接帮你估。当然啊，因为店家是卖，因为说就请店家组牌。那理论上来说，玩家因为店家一定比较贵嘛，那所以玩家通常会选择在网络上跟别人交易嘛，像我们什么 Facebook 的社团啊这种之类的，你做交易，但是就是有风险啊，因为会有什么诈骗的问题之类的。没错。有趣。这么贵吗？因为我已经跟不上 TCG 的各种行情，我其实很久没有玩实卡了。就像你说，很贵呢，魔风真的很贵呢。魔风我一直都没有玩标准，因为魔风的赛制很多啊。像你跟标准的话，就是对你就是要一直组新牌啊。有另一个赛制叫做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也叫指挥官。指挥官也是打指挥官的。对，就是那种如果你有很多已经退环境的牌，然后你又不想接受新世界，你就可以去玩那个。我在讲靠北啊，我记得魔风也有现开啊，现开赛啊。对，我会去打现开啦。因为他们就是每次出新系列的时候就会办一个现开，然后那个现开就是全部只用新系列的牌。没错，就是每次只要缴6包卡包的钱，600块就可以玩了。我自己现在没有在打魔风，但是只要是美式的卡牌都有点价。我自己最近有在打一款美式卡牌，我猜套下 P4G OK 不是 Flesh and Blood
没有想法了，叫 Grand Archive， 就是没听过。中文叫什么不知道，但是就是我们简称叫 GA 啦。那个算比较新的游戏，那也是那种美系的那种卡牌啊，组下来就是全部都是低版本哦，就是没有追闪卡这样，对，什么都没有哦，就花了快，对我稍微讲小声一点，不然家里会听到，花了大概快1万。我还好吧，就是好对家人来说有点刺激，对，就一套牌了，就一套牌而已。它图蛮可爱的，它的图有点日系耶。对啊，就是主打这种，就是日系，然后日系画风，然后美式的玩法这样子。懂了，看起来就是我会喜欢的游戏。没错，像什么游戏王什么的，超出我的脑力的，不行。游戏王已经变成不同游戏了，很特别的游戏呢。哇哦！我想想，还是我去玩那个吉伊卡哇。你之前不是有开箱？但是那个比较偏收藏。我知道，那个看起来就是玩起来策略就没什么策略。对啊，那就是收藏卡，就是可爱用的哦。没错，他最近还有出第2代的，他还有一盒新的，现在在我旁边，只是我还没开而已。好欸。等之后开了再来拍。好啊，说起来这个吉伊卡哇，我也算是没什么研究，但是我前几天第一次看了吉伊卡哇的漫画，好可爱哦，是吧？这个我跟你讲，吉伊卡哇这个东西是这样，你一开始一定会觉得这又没什么这不就是什么像什么角落生物啊，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圆小小的动物这种之类的。但是呢，你看过第一次之后呢，就会发现，怎么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他看过第一次之后，就会看第二次，第二次看完就会看第三次，之后就会疯狂着迷这个东西。他偶尔会有一点掉线的东西出来，会，没错，好刺激啊！没错，他就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更可爱了，真的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你也是很辛苦嘛，要瞒着家人偷偷玩 TCG， 真的是很辛苦。其实是没有，只是我不会让他们知道我大概花了多少钱在上面。确实，我也是。我不是因为 GA 的这个游戏跟宝可梦这2个游戏的要花的钱的落差有点太大了啊。基本上你组2套宝可梦的钱可以组1套 GA 吧？那是真的差蛮多的。对啊，这有点差太多了。像我都说是什么比赛送的、抽奖送的，很好骗哦。老招，真的老招，一定要的，大家都会。老招了，怎么大家都抽得到，好屌。没错，真的。那你其实玩蛮多的嘛，因为我记得你之前也有玩过 One Piece 的。对啊。那你涉猎很广呢。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的？我19年的时候，我去英国念书，然后我在那边因为我住的地方旁边有一间，也不是卡店，就是玩具店。然后呢，之后我有一天我就走进去看，有宝可梦的卡，因为其实我是很喜欢玩卡片，以前小学都玩游戏王嘛，游戏王是盗版的，然后后来开始买正版的，但是你知道学生哪有什么钱，对，所以说也没有去打比赛什么之类的，反正就自己跟朋友玩，然后上了高中之后就没再玩，然后后来大学毕业去英国念书。之后在玩具店里面看到，我想说哇，这个好像可以试一下哦。然后我就念，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因为那个时候念硕士，然后那个时候把硕士念完之后，然后回台湾之后我就对的，有这件事，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家旁边有个卡店，之后就跑过去了，好酷哦。然后对，就开始玩了。那所以你是先摸到英文版的？对，我是先摸到国际版。好有趣。对，我们先摸英文版。
就有些大致了解一下大概在干嘛。原来如此。我记得环境有，就是我没记错的话，国际版的环境有比较晚出嘛，就是会一直玩好几个版本。最早的最先出的一定都是日文版先出，然后中文版繁中赛区的会慢2个礼拜，但基本上就算同时啊，因为2个礼拜而已。然后国际版的就之后国际版，然后包含其他的语言版本，什么泰文啊，什么这种韩文的其他的这种，都是大概在慢1到2个月左右，才会上市。我觉得这个好特别哦，因为其他游戏我好像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我好像只知道宝可梦有这件事。对，因为我原因是什么忘记了，但我记得好像是你那个厂商，因为代理国际版的厂商跟我们亚洲赛区的厂商不一样，我记得是这样子啦。居然是这样子啊！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详情我也忘记了，但是我记得好像是因为厂商不同的关系。好，想想哦，那这么说起来，你跟我的游戏王资历基本上一模一样哎。我也是玩到国中。我们只停留在通常召唤跟牺牲召唤，之后就不会了。好，那我大概知道我们的年纪差在哪了。我退的时候是百荡刚出哎，那我还蛮年轻的。我是百荡我出的我玩的时候那个还没有百荡，那个时候了不起，那个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只到 GX 吧，我记得。我有印象，同步都还没有呢。没错，哇！那我好奇问问你，那时候最喜欢的王牌是什么呢？想一下，混沌地龙。因为混沌地龙，对，因为那张牌是我有一次跟我家人去日本玩的时候，然后我爸那个时候问我说：“你有没有喜欢什么礼物？”之后我就跑进百货公司，我就看了一下，我就指了一盒游戏王，之后我就指了之后那一盒游戏王，那个是用一个铁盒装的那个铁盒现在还在我旁边呢，我看一下，说不定有价哦。对，没有，那个都拆过了，怎么可能有价？反正就是那种铁盒装的那种，应该讲 booster pack， 就是那种 bundle， 就是一个这种小卡包小礼盒。然后它的外面有一个透明的，就是一个小视窗，然后就是那张牌混沌地龙。它就是给你看里面第一张这样。对，它那一盒里面一定会有一张这个东西。其他的是卡包这样。对啊。然后我就尝试用那个东西去组了一个牌，这样。好玩。是我没记错，可以一直除外人家，非常的快乐。好像是吧？忘记了，我没什么印象，太久以前了。对。哇，我那时候最喜欢的是那个黑蔷薇龙。因为那个5DS 的女主角很像。对，就这样，非常烂的理由。不会啊，我觉得理由很好你说什么很好？我觉得理由很好啊，理由很好可以接受吧？大家都可以接受，非常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喜欢香香的女角没有什么问题。没错。我觉得还好啦，我是玩人家的牌，不像有些人就组什么都组美卡，然后就整套牌都是萝莉还是怎样的，我们还是有差别的。好坏哦，就没有那么专心在那上面了。对，我等下就被揍。但是那个宝可梦的世界好像也是蛮多大家喜欢的女性角色的嘛。我这样讲好了，人家都说玩游戏王，应该说你要说投资啊，玩游戏王买青眼白龙，宝可梦买喷火龙，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但是你要说到女角的话呢，因为游戏王香的女角很多嘛，你看说的从一开始什么杏子孔雀舞，然后还有 GX 的明日香。还有 GX 的明日香嘛，之后还有你刚刚讲的那个5DS 的对啊。但是呢，宝可梦只有少数那几个女角，因为你知道宝可梦这种游戏，它的女角不可能做的，对它的那个受众，对，就是它不可能做的超级性感这种的。
对，就是不太可能。我觉得反而因为这样子吸引了很多萝莉控。没事没事，不是，也不是这这样讲，不是这样，还有人妻控都会出现但是呢，我们会说宝可梦要买莉莉爱或是奇数这两个，是因为效果吗？不是，就单纯是那个角色的问题，人气很高就对了。没错，像我自己现在手边有一张鉴定卡，那个莉莉爱的鉴定卡，这张 PSA 10分的鉴定卡，是我当时我在卡店，我就随手抽了2包，抽开来，打开，哇，马上鉴定，哇，怎么是这张？对，然后这张，中文的没多少钱啊，但是裸卡没有鉴定过的话，大概可以落在8000到12000左右这个价格。哇，那这个有鉴定过的呢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收藏啦，我自己的收藏，所以你说要卖呢也不太可能卖这样。确实，哦，好猛哦，好猛哦。对，那现在最新的这一弹，就是前几个礼拜刚出的这一弹，也有出了一张跟莉莉爱有关的卡片，但它不是莉莉爱哦，就是它不是出了这个，对，它不是这个人，就是它是一张叫比宝宝的卡片，就是那只宝可梦叫比宝宝，然后它的图片里面有出现莉莉爱，就这样子而已。我知道，那张牌现在大概要7000左右，7000到8000。就因为这样吗？就因为这样啊？那应该是也有强度吧？因为这样。还好。完了，没错，就是买一个好看的，就是买一个喜欢的，没错。这还真是有趣的，太好了。我想想，就其实我，那你是小时候就有玩过宝可梦，还是你是玩了卡片之后才接触宝可梦系列啊？小时候一定有玩过宝可梦，就是那种 Game Boy 上面。那我真的是被全世界排挤耶，因为我小时候家里不会出现那种东西，我甚至连它的动画都没看过啊！真的假的？所以我后来也没有想过要特别去接触这个系列。然后我是因为爱玩卡牌游戏，然后又看到真的很多人都在玩 PTCG， 所以才稍微接触一下。后来因为这样子，我后来在家里发现了，就是家人留下来的Switch，听起来好像什么勇者在挖到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发现了家人留下来的Switch以及宝可梦系列的游戏片之后，我才第一次接触。哇！我从很小就开始玩嘞，因为以前小学的时候，我爸那个时候跟我说，你只要月考有3颗100分，你就要累积3个100分，我就要买一台 Game Boy 给你，所以我就压起来，我就开始疯狂念书，之后还真的考到3个100分了。之后我爸说，之后我爸现在吓到，哎呦，你还真的考了3个100分，真是拿你没办法。对，这是没办法的。之后他就带我去买了一台 Game Boy， 就是那种直的那种 Game Boy。哇！然后就买了宝可梦，那个时候已经是金版的，就是金银版那个金版。对，然后那个就是我第一次玩，好酷哦！所以说，其实要说认识呢，也真的是认识蛮久的。而且以前小时候会看电视嘛，就会看他的动画。哇，真的是只有我知道，现在都没有看过他的动画呢。啊，真的吗？真的很怪吧？还好啦。不过他现在最新的动画很烂，别看。哦，好吧，我只知道小智终于赢冠军了，然后我就不知道了。对。好。新的角色就不是小智当主角，对不对？哦，不是，就换人了。我有听过这件事。他也该退休了。对，他已经是当了20几年了，对不对？对啊，他当了20几年主角，还在10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别问，没有人知道。对，哇，总之呢，我第一次玩宝可梦是剑盾呢。既然是剑盾嘛，太晚了吧？所以就是 Switch 上的，对啊，就是 Switch 上的。对，然后就是没错，这还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其实你随便讲几只宝可梦，我应该都不认识。你要说早期一点的，你可能都认识吧？哦，至少会看过，出现在豆片上这样子。不是皮卡丘总知道是谁了吧？
那是没有啦，我知道。皮卡丘总是完全不碰的人也会知道。没错，这个也是因为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 IP 这么红的关系，就是你可以不知道宝可梦，但你一定要知道皮卡丘。真的，确实。喷火龙知道是哪一只吧？喷火龙哦，就是那个背上有水管，然后会喷水的。不是啦，不是。没有啦，就是长得像喷火龙的嘛。好，这个解释给过，确实就是长得像喷火龙啊，不然呢？就对，它长得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名字。请问你觉得它叫什么名字？应该叫喷火龙吧？应该可以取得出来。应该是一只会喷火的龙，这样。对，它看得出来它是做什么的。对，有一些就想不到，比如说有一些名字我就觉得真的想不到，比如说什么来杯茶，怎么可能想得到？因为现在宝可梦我觉得已经出太多了，然后他们官方的命名的方式开始有点随便。已经没差了。对，就叫什么来杯茶。但是我觉得也是在玩谐音梗，也是蛮好笑的。是没错啦，是没错，是蛮好笑的啦。那请问喷火龙的台语要怎么讲？问了一个好问题呢。我直觉会觉得就是喷灰灵，它就是喷灰灵。对，没错，跟我想的完全一样。那我要来跟你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网站，我有准备好，哈哈，等我一下哦。好来，好啊，我遮住我们了。然后你有一边看我的直播，对不对？那你等下就会看到它出现在画面上。这个网站叫做爱呆记，它是一个你可以查任何字的任何词的网站。比如说什么咖啡，因为我很爱喝咖啡，你就直接查，然后这边就会告诉你。然后它那个这边有一个地方按进来，它直接有翻，应该是就是最早第一个系列的宝可梦，全部都有翻。然后宝可梦真的对啊，很有趣哦。还有叫 Pokemon， 就是 Pokemon 的那个，很可爱，我觉得这个翻译超可爱。我看到了。对，然后你刚刚说不是喷火龙，喷火龙，它就有。然后真的，左边是喷灰龙，右边这个灰龙载天，这个是在干嘛？灰龙载天应该是另外一个字了吧？对啊，它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开放大家投稿啦，所以有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也会出现，然后就可以参考。对，像那个最好笑的就是妙蛙种子，就有人取叫蒜头追鸡，因为它背上那一颗确实有点像，对，就很像蒜头啊，没错。所以就是看你觉得怎么样，你喜欢哪一个，你就可以用那个来表达。对，就因为这毕竟没有一个它没有标准，正确的它没有官讲法，方，它没有标准。对啊，所以你想怎么讲都可以。没错像中文它就是有官方的翻译，我们就可以跟着官方。没错，我也常常就没办法啦，这种东西没有官方翻译的话，就真的是靠大家自己随便自己发挥创意啦。没错。那这边这个图鉴就是应该说我们会比较认为是大多数人会比较认识的宝可梦，大概就是这151只。就是最早期的那一代，是最早期的那一代。对。然后可能在往后的代数也比较常在出现的嘛。对，但往后面，但在更后面可能就很多人会开始不认识。也是。我现在翻到那个豪利，他直接给我翻阿用是什么意思？谢谢。我乱翻。有一些就是很强啊，有一些我看一下嘎啦嘎啦是什么？我觉得嘎啦嘎啦蛮有趣的。嘎啦嘎啦应该很好笑。北骨兄。北骨兄 ，OK， 好啦，他确实很合理啊，很合理。其实可以，这个比阿用好不是啊，你这个嘎啦嘎啦跟可拉可拉，不是都可以用？其实也可以，你可以直接就叫他嘎啦嘎啦就好了。对呀，蛮好玩的。我想一下哦，还有一些比较人气的，比如说耿鬼，我想看耿鬼傣仲牙，不对啊？你知道傣仲牙就是英文叫什么？我看傣仲牙是民间信仰，然后他就是
过世的人，就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就是过世的人成为了算是神明的角色这样子。对对对，是吗？是这样子的意思吗？我觉得这个不是啊，我不知道耿鬼是怎么来的，我是说官方设定上这个我不熟。好像就是幽灵，我没记错的话，因为它是从鬼丝进化来的鬼丝怎么来的？好像是宝可梦的幽灵，我记得。哦，是宝可梦的幽灵，那它就不是人。我没记错了，我没记错。那他就是在乱翻。对，没错，这是在乱翻，不是因为这版就没有正确翻译，所以他想怎么翻都可以啊。确实，可是他有点，他就跟我们平常讲傣教就不一样的了，所以。没事，我也没有比较厉害，我也没有自己投一个。哦，傣教牙是无缘众生，无缘众生是什么意思啊？查一下。这个我的乡土知识其实也不怎么样呢。哦，无主孤魂 ，OK。哦 ，OK， 跟我认知的差不多。可能之前很久以前那个叫什么？台语讲变中啦啊，那个你在历史课本里会写械斗的，那时候就有很多过世的无主孤魂这样子，所以可能很多相关的信仰是那时候来的。哇，这有点扯比较远。对啊，我一直觉得我的童年一直有缺失的一角，就是很多大家都有看的系列，尤其那种长篇系列，我其实都没看，因为小时候我家规其实很严，所以我一个礼拜能看电视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这从你刚刚那样讲，其实可以感觉出来，真的还蛮严的感觉。对啊，好可怜哦，就是对，好可怜哦，我的童年如此不美满。我就是也没有啦，以前长大了就是放开的玩这样。会耶，哇，还押韵呢。就是那种报复型心理啊，我应该可以这样讲吧。对，让我想起了一个又扯远，但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家里就是他好像父母两边都客家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然后可能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是他们家，我没有说所有客家人都这样，但是他跟我说他们家就是父母辈真的都很省，以至于他本人就非常的爱花钱，因为他觉得就是小时候被约束到太受不了了，所以他完全就是背离大家对客家人的刻板印象，他超爱花钱。其实我阿嬷也是，就是那种极省的那种人，就是会省到有一点，算就是不该省的地方一直省啊，就是他可能要去医院看医生，你就搭个计程车过去嘛，可能而且老人搭大概还半价左右，我记得好像是半价，还是有打折，忘记了，对，然后。他不要，他宁可走30分钟，然后走去医院，再走30分钟走回来，太拼了。之后再打电话来跟我说，我脚好酸，可恶，气死我了！还打电话跟你说脚好酸，好可爱啊！我说，为什么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又不是没钱。哦，我有亲戚也是，虽然我亲戚不是客家人，但是也有这样子，就是省到让人很头痛。对。他也是身体不舒服，他也是走半小时，差不多，完全能理解。而且他是住院完，就是出院那一天，然后就走回家，哇！就是这些人很爱省钱，就有些地方是没有必要的了。对啊，但是好像也很难改变啦，就他们习惯啦，我总不能走去然后把他扛回家吧，没办法。对啊，哎呀，不然我想想哦，我知道，我们来点刺激的。请问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呢？我第一次看到你是什么时候啊？我想一下，这个我也要想一下。我突然没什么印象哎，我想，就不知不觉我们就开始。第一次看到你是为什么？
我其实也想不起来。啊，好像是好像是因为那个，好像是因为里乌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在他的 DC 群里面有看到你讲话，还是怎么样？我记得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在他的频道的时候有看到你在讲话。哦，其中一种还是在他的推特看到你在讲话，还是我在讲话？反正我记得不是推特，是他在直播的时候，然后你在聊天室有讲话，然后或是他的 DC 的时候你有讲话。哦，好像是哦。对，之后我就对你的大头贴，就是有比较印象深刻一点，因为就是个宝箱怪嘛，因为正常来说就是，对，就不是你本来就不是人，你是宝箱怪，长得不太正常，抱歉。之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哦，对，哇，竟然是教台语的，好酷！哎，谢谢，太棒了。因为在我的生活里真的很少出现台语。我也是哦，就是大家的生活里可能都，就是大家都不爱讲，所以遇到的人都不讲。对啊，我觉得有可能也不是不爱讲，是不会讲。哦，对，确实，想讲的话也没有那么容易呢。对啊，我第一项觉得说，哇，竟然这个时候还有人讲台语，好酷。然后，而且竟然是这种，跟你讲，这个 V 这个形态的啊，确实，就还是有很多，还是有一些就是会讲台语的 V， 但是没有那么多啊，就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觉得哇，好酷！耶，感谢。我想想，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哈哈，自己问的时候自己还没想好，好像真的差不多诶，就好像也是在礼物的频道那边，还是 DC 那边开始知道有你，然后啊，是因为那个吧，那边有一个 TCG 相关的频道哦，就是他那边什么分享小纸片的那个频道嘛，对，好像是这样，所以就知道你有玩 TCG 啊，因为我就是想想，因为我觉得 VTuber 会开 TCG 题材的没有那么多，可能因为他的直播上就是可能会来看的人，如果对 TCG 本身没有很深入了解的话，会比较难跟台，就是参与感比较低。对，这是我最近一直有在想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篇文，就我贴了一个，就是说我想要我想做一个企划，就是邀请人来学。我好像刚好没看到。就是邀请人来学宝可梦，然后由我这边来提供像是那种最基本的预组，就我寄给他们。但是这个东西会有一个问题是说，不是所有的 V 都愿意开视讯。对，应该说，当然不会照脸，但是有些光是露手都不一定愿意。没错。对，所以说这个就会形成一个死循环，就你基本上没有办法，不太能做到这种事情，就是会。所以这样子你的条件就变得很多了。第一个要愿意玩，要对卡牌有兴趣；第二个要能够露手。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很难找，真的超级难找。你光是要找有在接触 TCG 的 V 都不太容易。真的。你看，像我自己最熟的就是伊里，就是之前就是之前这个节目的第一集来宾。对，伊里，对，就是我最一开始认识有打 TCG 的就是他啊。对，那剩下的当然还有很多，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很大众的兴趣。对，所以说这个企划真的要执行起来非常非常难，但是如果能成功的话，我觉得会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会平常在我常去的店家会协助新手教学的啊，就是会协助店家新手教学，就是可能就无论是你多大年纪的嘛，可能小朋友自己来，或是爸妈带小朋友，或是你是一对情侣啊之类的，或是你自己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安排新手教学，就会拿出那种最简单的那种教学牌组去教学这样。所以其实你要说教人这方面，我自己还算是蛮有心得的，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搬到
直播上来，只是这东西就是卡在，因为你一定要开视讯才看得到他在干嘛嘛。对对，你能看得到整个画面在干嘛，但是这个就是最麻烦的一个点。哦，是确实欸，因为你架视讯头已经不是很容易了，对那还要能够露手。对对，那你说可以戴手套，但是其实手套戴起来也麻烦。对啊，也不是每个人都就是想要这样的画面。对啊，也不是所有人都想露手，然后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可能空间都那么方便，因为你毕竟是需要一个空间清出来嘛。对啊，那你就可能就平常你可能有在经营像什么，就是那种什么有在组模型的吗？或是手做啊，像礼物那样子的，才有可能会有视讯的镜头出来。哦，对啊，所以说我一直觉得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想法蛮好，而且其实我有跟我朋友讨论过，但他觉得是 OK 的，但是执行上很困难。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执行上，但因为其实很多人是对于卡牌这个东西，他是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你叫他突然走进一间卡牌店，好，我开门走进去。全部人都在打牌，啪，然后讲话之类的。那我要干嘛？我就走去柜台吗？因为你知道，不是所有人的社交力都那么高嘛，就是可能会有点怕生，对啊，所以那就会有点却步这样。对，所以就很可惜啦。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还在想，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其实我那篇文底下也有很多人，也有很多 V 是有留言是说他们没问题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如果等准备好之后，这个计划还是会执行。基本上就是我寄预组，就是最基础的预组给他们，然后我也拿预组，然后我从头开始教，就是教学牌。对，就是这样而已。因为其实我有个朋友一直跟我讲说，他觉得这个东西，他觉得卡牌跟 V， 甚至跟你不要说 V 跟实况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扯不上关系的。就是你把这两个东西硬尬在一起，好像有点扯不上关系。我其实自己觉得好像也是，会有点难呈现哦。特别是实体卡牌，如果你说像什么炉石那种电子卡牌有喜欢的，那个不一样。但是这种实体的就有差别，有点难。对，就有差别。你有想过 Tabletop Simulator 吗？但是那个东西有点尴尬哦。对，因为它本身操作其实蛮难的。对，很复杂。而且我想做的是实体的，我想做的是实卡，因为你实卡还是拿在手上的感觉还是差很多。真的，对，真的差很多，真的。因为你说像宝可梦也有线上版啊，但是你真的自己实卡打下来的感觉，那个体感是差很多的。对，虽然我现在很穷，我偶尔还是会渴望那个摸到实卡的感觉。对啊，那个摸到实卡的感觉真的非常好，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这没办法，哇，好吧，这个好吧，比较可惜是我自己现在的环境也是没办法拍到手，就是我不知道架哪里，所以这个可能比较难。对，没错，这个是我有问过一些 V 他们自己的考量点是在这里。就他们有兴趣，他们也觉得 OK， 因为这样子就不用去卡牌店学，就是我讲的比较怕生。确实，那我只要待在家里，然后我开个镜头，然后我1对1教，这样子他们会比较放松。但是问题是没有地方架那个镜头，真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你房间光放下床啊，或是衣柜之类的这种地方就已经很挤了，对，然后还要桌上要摆一些东西，根本没什么地方照。那是你甚至还要考量到说，哇，万一那个镜头不小心歪掉啊，拍到我的脸怎么办？这样，对，或者什么桌上有反光物啊，死定了。对啊。那因为我自己是 V type， 所以说我其实没有什么差，就是欢迎大家想冲塔随便啦。对，想知道我长什么样子的都可以来哈，都可以来。我常去的店家，我很常在我的 X 上面讲，所以我自己是无所谓，但是就是对啊，不是每个人考量不一样，确实。好吧，我也觉得就是听起来真的是不错，但是执行上确实会稍有难度呢。就你要同时找到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很少啦，但还是有，所以这个计划一定还是会执行，但是必须要大概可能
可能要年中后了，因为接下来的2月28呢，我要打魔猎人。哦，好吧。然后，根据影迷，还有就是我之前有播报的那个 Pocket 的那个比赛的主办方，他们有说大概5月的时候会再举办第2届，所以可能3、4月的时候又要再准备了。啊，我228开始我就要开始打魔猎人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魔猎人行程，所以我也没有再管那些，所以可能真的要执行，大概也是6月后的事。哇，就是你预见接下来会很忙了，所以没办法。是的，没错。哇，好吧，我也是最近把自己搞到很忙，好刺激哦。要说很忙，其实我好像没有到很忙，我只是做的事情很多。因为其实如果你有看我周表后，我每周周表几乎涨差不多5、6就是固定打牌啊，礼拜天休息可能会突发，然后1、2、3、4直播，就这样而已。打牌是去店里打牌对吧？啊，对啊，当然，因为我记得你都会写打实卡的。对啊，我是打实卡的。所以那个周表上写打牌的日子，就是大家可以去冲塔的日子啦。对，没错，欢迎。因为我常去的店家都会打在我的文上哦。大家想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欢迎来哦。因为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我的声线非常明显，就是比较不一样，就比较扁嘛，比较扁。然后，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只要一讲话，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谁。就像我之前我有个朋友，然后他有带一个新人，就是他自己的朋友，然后他就是带入坑玩，然后他有贴我的影片给他看。然后有一次我去店里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朋友也有跟着来，我一讲话之后，他就转过头来看我一下，之后呢，我就看了他一下，说：“你有认错是谁吗？”他说：“有。”好好玩啊，好好玩啊，这个蛮刺激的。我其实没有很在意啦，我其实真的不在意，这就是暴露身份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无所谓的。对，因为你都说你是 V type 了，所以可能还好。对啊。至于为什么没有想直接开视讯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麻烦，就是你知道真的很麻烦。不是因为你开个视讯，你就不能做一些什么可能平常不在镜头前面做的事情，例如说你就不小心挖一下鼻孔啊之类的这种东西，或是抓个痒啊之类的。对，就是，或是你可能夏天的时候你就穿的比较少啊之类的这种，或是你干脆就上衣就没穿这种之类的，所以就很麻烦啊，就真的很麻烦。真的，所以你现在没穿上衣吗？今天现在很冷，我现在当然是有穿的。你也是不用回答啦，我就随便问。真的耶，我已经很久没刮胡子了，因为我刮胡刀坏掉了。如果我要开镜头，我是觉得好像要刮一下，不然看起来很推。那按你平常工作的时候是不用刮胡子的吗？因为我现在是全职接案仔，所以还真的不用。好，你知道我上一份工作在咖啡厅吗？那个时候要。有。对。那当然，这种要服务的可能。可是我们都戴口罩但是那个店长还是说你刮一下好像比较好看，我就好啦。合理啦，很合理啦。是没错。对，这也是咖啡厅也是很有趣的经验呢。我自己觉得，我咖啡我自己，我其实我可以喝得出来差别，但是呢，我喝不出来很贵的跟一般人喝的咖啡的差别。就我都觉得很香，但是我喝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差别。我当然喝得出那种非常廉价的那种什么3合1，那种什么浓缩啊、3合1啊这种的，我当然喝得出来，跟至少我拿什么星巴克或者是什么这种稍微有点品牌的咖啡，当然多少还是有点差别，在这种最基本的差别还是喝得出来的。但是那种真的非常非常贵，什么用什么某某豆子现磨给做出来的咖啡，我真的觉得就是什么刚入口的时候会有什么柑橘味，然后有什么坚果香，然后尾韵还有什么这个好，你说的对。对，没错，我想说，好吧，这个差别在哪里？我喝不出来，抱歉。我也是。启维是第一次来吗？你好，欢迎。以前餐厅的咖啡师都有胡渣，很帅。我不是胡渣，我是直接没刮，不太一样。他说
对我也是木蛇，虽然我是火蛇，但我也是木蛇，我也是喝不出那么细节的。对我我在三资源的客户，就是我现实中工作的客户，他有请我喝过很贵的咖啡，就是说什么麝香，就是说什么可能要什么1-2千块，我就喝下去。哇！我就当然我不可能直接跟他说，哈哈，我喝不出来，这样子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对啊，我就稍微我就确实有一点不一样。他说，你有喝出哪里不一样吗？不知道，我可能要再多喝过几次我才知道。这样，我就用比较委婉的方式跟他说，其实我根本喝不出来差别在哪里。他为什么要这样逼问你？很尴尬哎！我怎么这样逼问我？快疯了！不是啊，我怎么可能跟你？对啊，我怎么跟你说？我觉得就跟那个什么博朗咖啡喝起来一模一样啊，怎么可能？完蛋！对啊，为什么要这样逼问？好尴尬啊！我想说，不是我就平常没有怎么在喝，你突然这样问我，就跟你突然去问一个人啊，这支很贵的红酒跟这个便宜的红酒差别，你有喝出来差别吗？这怎么可能问得出来嘛？对，真的。哦，他说有那个启维说喝不出来，有可能是技法的问题，是说可能泡的方式。我相信一定有人喝得出来，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么多什么，例如说像什么品酒师啊之类这种东西。对，这种，我相信一定有喝得出来差别的人，但是通常这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味觉，或者是你可能你后天要学什么，就像他说的技法这种东西。或者但我就是一个非常技巧普通的社畜，我怎么喝得出来呢？对，我也是，我就是哇，真是那时候打工的时候还会要求我们就是要试喝，然后要写那个喝起来什么味道，我真是绝望，就苦苦的耶。对，苦苦的，喝起来都长差不多的，就是牛奶放多一点跟糖放少一点的差别呢。我想起来，那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会自己买他喜欢的咖啡来，然后他会练手冲，就刚刚有说到技法，就是那是一个就是反正好像很厉害的一个专业，就对。然后他有冲的时候就会分给大家喝，然后他就会问我你有没有觉得喝起来怎么样啊？然后我就会很努力，我就会说很好喝。有哈哈，好好喝哦，真的。然后他就会说哇，有一次我不知道讲什么，我讲不太一样。他说哇，你终于没有讲很好喝，你终于是讲不一样的。我就觉得谢谢啦，谢谢。哇，这个就很像，你今天你的，就很像你今天你的女朋友稍微有一点点地方不一样。对，我有哪里不一样吗？根本就看不出来好吗？结果就是稍微睫毛膏多刷了一点点的差别。我知道，左边的第二根睫毛比较翘，这样。不是，虽然说这样举例有点怪，但是其实我的意思是，就是你这么一点点细微的差距，我是看不出来的。对，就可能对当事人或是他自己有感觉，可是对其他人来说不一定看得出来。真的，就是我每次我只要剪头发的时候，我妈都不会发现。啊，真的吗？我就想说奇怪，我不是亲儿子吗？怎么会这样？但是没关系啦。你是属于每次剪头发都只剪一点点的那种？没有，我大概可能半年才剪一次，我都是会变成长发，然后再剪成短发，然后变长发再剪成短发，然后他没发现。有没有可能他不是没发现，可能只是他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可能会过几天之后才说，你剪头发啊？OK， 还是他沉淀一下再讲。好，这个我可能下次闹 calling 要打给他问问看。没有，不行，我觉得他会直接把我中职的名字不小心讲出来，所以我还不敢。我跟你讲，绝对会。所以说就很佩服，像某些日本的 VTuber 会邀请妈妈上节目一样。反正台湾其实也蛮多的，我真的觉得好勇敢，对，好勇敢，我觉得很勇敢诶。就你可能你的长辈不一定那么能够知道你在干嘛，就没有你那么认识这么多这个文化，他们不知道名字讲出来的严重性在哪里。对，或是就算他知道他太习惯了。对啊，就他太习惯，就突然一会儿就
啪就爆出你的名字，哇，完了，完了，真的完了。对啊，如果你还是那种什么企业式的那种大咖哇，完蛋了，死定了。V Type 就算了啦。对啊，我想说，哇，很勇敢，很勇敢。哦，哇，启维是咖啡专业的哦。他说有个小聪明，就是如果你喝咖啡看最上面白色部分太多，你就可以说你是不是过萃了。这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么专业。过萃讲水太多了嘛，就是萃取过头。没关系啊，我们这种木蛇就不要计较那么多。反正太苦就加糖加奶嘛。好好笑。哇，我想想哦，那我其实还蛮爱喝的。我也是，我现在每天都喝1到2杯，就是这么多，我不喝会觉得没有精神。哦，上瘾了。对啊，就是戒不掉了，完了。因为之前工作的时候每天有2杯免费的，那时候就也是啦，死定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啦。我这次因为公司有提供免费的咖啡可以喝，一定要啊。对，没错。而且我是看准了，不是那种很烂的什么即溶咖啡这种东西，是星巴克的咖啡豆，所以我就喝了。那应该是不错哎。对啦，反正就是不会喝起来非常廉价的口感，可能对于某些专业的人来说，可能这种就是稍微比较廉价一点的口感，但是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觉得星巴克已经很好了。真的是已经有喝得出，跟超商是真的有差了。这个还是喝得出来的，就是最基本的吧，就是稍微有点价格落差就会喝得出来。我印象中就包含亲戚朋友，有一些我虽然这样很坏，就是我就认定他是木蛇的人，他还是喝得出差别，好坏啊！真的假的 ？Seven 是用同一种豆，可是真的吗？可是我觉得喝起来很差很多哎。我知道一个差别啦，就是因为调理方式确实不一样。因为那个星巴克的话，它是会先用那个浓缩咖啡，还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的 shot 杯，然后它那个小的浓缩就是真的是那种意式浓缩，就是那种如果你可以点意式浓缩，它就是一个超小杯，然后你可以把它一口干掉。它是用那个东西再去加牛奶。然后 Seven 的话，因为它是机器一起出来嘛，所以它中间那个把它混在一起的过程不一样，所以可能也会有差。因为我真的曾经有这样干过，就是我去 Seven 点了一杯，再去星巴克点了一杯同品项咖啡，然后两边一起喝，它就真的是有很明显的不一样。但是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说豆子用一样的话，那我就不知道差别在哪里。它会出现差别的地方在哪里？对啊，就也许是中间调理过程还是有影响啊。对。对啊，我对 Seven 的豆子就没有研究，我真的不知道。对，而且星巴克豆子也不止一种，就是有一个是通常都会有的啊，你可以加钱换别的。所以如果你喝得出来的话，你可以选。如果你喝不出来的话，你可以选。我的想法就是公司提供的免费喝。那个一定要喝，那个不管怎样不喝就是对不起自己。没错。你都喝什么？你都喝拿铁吗？黑的。你都喝黑的哦。我其实已经不太喝有糖的东西了。拿铁也算吗？就是乳糖也算在糖的范围。就是你知道，稍微上了点年纪之后，就会对甜的饮料没那么没那么有兴趣。我也是，就即便手摇饮都是微糖这种。真的。会怀疑为什么微糖？会怀疑为什么以前自己有办法喝？对，没错，就这个就要讲到我真的之前有一次，我想说，我以前小时候还在喝那个什么冰镇红茶你说那种罐装那种便利商店那个新鲜屋那种啊？对，那冰镇红茶什么雀巢柠檬茶，喝看好了，一喝我差点就快吐了，怎么这么甜啊？天哪！为什么那种还有那种罐装的奶茶也是甜到不可思议？哇，真的发疯！我一直想说，哇，我以前小学或是国中的时候，竟然可以一天喝好几罐这个，而且还没有很胖。对，小时候的代谢真的好厉害。真的。
哦，启维说你鲑鱼是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哦，好，我知道是谁了。这个呢，是我一个打牌的朋友，我知啊道是谁，我知道是谁，我知道是谁。你好，你好，哇，这个、啊我们家葵宇受你照顾没有啦，超如果超没礼貌。不过其实如果他没有这样讲话，其实我还不会特别去看，因为其实平常在 Twitch 的 ID 不一样不是这个 ID。对啊，了解了解。哇，我会不会讲话太没礼貌？不会啊，我每次都这样，都乱讲话。哎，对，谢谢大家。每次乱讲话完之后，就自己有点觉得好像不对耶，但是来不及了。是没有那么差，是没有什么差。我是没什么差的。那就好，那就好。好，我想想哦，咖啡的话题也是聊了很多呢。我之前有，我想一下哦，我之前可能我比较少去卡店，所以我比较少会因为玩牌认识新朋友。但是，我好像通常认识这种新朋友也不会知道人家的名字，就是会有绰号还是什么的。哦，是这样没有错，就是，我在卡店的时候，大家也不会叫我本名啊，就基本上大家都是互相叫绰号啦。所以就是你还有另一个绰号，就是不是本名也不是葵鱼的另外一个绰号。不是，是我的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啊对，那讲其他人也其实就是讲绰号，我们不会讲本名，就除非那个人的本名念起来很像绰号。真的会。没错，有道理。或者他平常报名的时候，那个名字就写他本名。因为我记得有一些游戏报名好像，至少魔风好像最早的时候都是要用本名的，所以蛮多人在报魔风比赛会用本名。但是其他游戏我就不知道哦。不过大家好像真的很爱用英文名字。宝可梦其实没有规定，就是你今天要说，你今天比赛 ID 想叫做我喜欢打魔法风云会都没关系。好靠背啊，这蛮好笑的。我觉得宝可梦很无聊，这样也可以。然后你还来比赛，好，没错，这蛮好笑的。可是你是可以每次都换不一样的？可以啊。哦，好好玩啊！那你自己决定，因为其实它是这样，它会给你一组 ID，你的 ID 叫做 TW， 然后后面有一串数字，okay，这样子。对，那输入系统之后呢，就会知道你的本名跟你的自己取的小名，因为这个 ID 是你要去官方网站上面办的，那他会给你，他就会给你个人资料，你就输入你的本名跟你的绰号好了。那一般显示的时候都会显示你的本名上去，但是呢，如果你要打绰号上去也是可以的。你就可以照三餐随便乱换你的绰号这样。对啊，你就随便换啊。好好玩哦。好，学会了。下次如果我有幸参加宝可梦比赛，我就要乱取。好，我想想，没关系，到时候再来想。那个也是积分之后是可以去参加更大的比赛，对不对？宝可梦不是这样算的哦。宝可梦现在的赛制有一点点烦人，我可以直接讲比较烦人一点。它现在分成是因为你知道宝可梦那个球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球嘛，对不对？对，就是一般来讲我们最常见那种红色白色的叫精灵球，然后再蓝色白色的叫超级球。黑色黄色的叫高级球。那现在我们最普通的最基本的赛事叫做超级球。那这个东西呢，你是超级球的冠军，就有资格可以去打高级球啊，然后还会有轮空的机会。好硬。那你是高级球的冠军或亚军，它根据人数而决定与冠军和亚军。那假设我们今天如果是最低人数的话，高级球的冠军就可以去打大师球的比赛。大师球就是我们讲的是我们1年1度的比赛，就是每年最大一定会办在南港展览馆，大概有2-3千人，大概有2000多3000多人的比赛这样子。那个叫大师球。那怎么打超级球？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嘛。第一个用抽签，全台湾的人都可以抽。假设今天我在台北，这礼拜六，假设今天在台北有一场超级球。那我人在台南，我也可以抽这个比赛。但是呢，我抽了，我也可以不要去。
但不要去呢，就会占掉那个名额啊。就有那对，就是抽签，那或者是你现场排队，现场排队呢是干嘛？等候补，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抽了然后没有去的人，那是不是位置就空下来了？对，那排队人就是排候补。但是呢，这个问题就会衍生出来是说，假设今天我的这家店的超级球是下午1点开始，但是呢，全台北的人都要抢这个多出来的名额，所以呢，我可能早上9点我就要去排了，所以就代表说你9点到10点，10点到11，11到12，然后12到1点这样子，你要排4个小时，排4个小时。你才有机会排到哦，不是说排了就一定会到哦。假设你今天取前，假设今天好，最后店家统计出来了有50个被取，那万一你是第51呢？那你就不行啦。对，那还真别说，我真的有朋友这样子过，他去排了一个店家的超级球，从早上9点开始排，然后12点和1点的时候，就是决定被取。他总共被取50个人，他跟他朋友一个51，一个52，差点快气死。你就这样一整个早上就没了，就这样没了。好痛哦，好痛哦！那也是差1号，如果是差个几十号那就算了。对，好气哦，好气哦。对，这个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赛制很糟糕的地方，就是你全台湾人都可以报，我是南部人，我也可以报北部的比赛。但是呢，我不去也不会怎么样，不会有惩罚，你取消不会惩罚，甚至你不去取消都不会怎么样。那这样就会变成说，有很多你想打的玩家没有办法去打。对，你真的很想打，那你就要乖乖去排队。但是像我自己，我是坚决不排队，因为我觉得这种最初阶的赛事根本就不应该要排队。就是应该是你本来就应该要有这个机会能够打才对。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你一次排队排这么多人很不合理，排这么久非常不合理，是蛮奇怪的。对，所以现在宝可梦比赛就长这个样子。你真的想打，就是你要多拜拜，抽到，或者是你要有那个毅力去排队。好，像我宁愿我早上睡久一点，我也不要去排队。大不了不要比嘛。对啊，大不了不要比嘛。不是，我1到5我已经工作那么辛苦，我礼拜6早上我要大概9点起来排队，我还要处罚自己，为什么嘞？对啊，很冷欸。对，好，有道理。好吧，这个确实蛮头痛的。那就是官方跟店家自己想办法解决。是的。没错，不然就算啦，大家都不要比啊，没关系啊，又不是说不比就会死掉。所以我现在已经是比较，真的没有以前的竞技感那么重了，就是因为这个赛制关系，我现在就比较休闲一点。哦，是因为这样子。对啊，因为你会觉得很烦。对，就我想要打比赛，为什么打不到？就算了，就不要好了。玩游戏还要增加压力。对，你知道这东西很讨厌，是它一周一个礼拜6，每周的礼拜6，全台北大概只有1到2家店家有这个赛制。那你要想啊，全台北有多少人玩这个游戏？那全台北的人去抢那个可能64个名额，就这样子而已哦。你要抢得到没有那么好抢这个比排某些商品还困难对，真的，所以我现在就真的开始有点放烂了。大不了就不要竞技嘛，休闲也可以玩。对啊，就是打普通的店家赛这样子而已。哦，像我都不打竞技，主要是因为我技术很烂。对，想想啊，我想想，那你有什么比较喜欢玩的？我想想，宝可梦有在分快攻或控制这种概念吗？算有，但没有那么明显。因为我的体感也是，我还没感觉出来。对，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也是有。你要说它
宝可梦要很快攻的牌很少，但是要控制的可以很控制。哦，所以控制的手段可能是什么？阻止对手塞能量，让他做不了事或是让他把牌抽光。哦，可以让他把牌抽光。哦，我最喜欢这种东西。我玩魔风也是喜欢魔牌，就有一个莫名的快乐，对啊，让别人没游戏玩。特殊胜利法。对，特殊胜利有一个魅力。可是我觉得单纯的，就是特殊胜利有很多种，有一种是卡片效果直接说你赢了，那种我就没有很喜欢。就是你达成某些条件你就赢了。我喜欢那种规则上的，就是没有一张卡写说抽完的时候会赢，但是规则就告诉你抽完了赢了，不是对方抽完了我赢了，就是有点规则杀这种。对，规则杀，我就有一个莫名的执着，好怪啊！聊天室那个 Max Wang 有讲一个2次大赛都被自己玩砸了哦，这个他的这个经历还蛮特别的。好，我很想知道。就是宝可梦的大赛是这样的，它礼拜六一天，就是我讲的大师球，以前叫冠军赛，现在已经改赛制叫大师球，分2天。第一天我们叫做 Pro， 就是预赛。那预赛你要打到7胜的话，就会自动进 Day 2，就会进到礼拜天，就会去打礼拜天的赛制，那就继续打，然后打下去到复赛，最后取冠军这样子。那这个老哥呢，他那个时候好像只差1胜，那一天的最后一场，只差1胜就可以进 Day 2。然后他做了一个旁边人都觉得莫名其妙的动作，就连对手都觉得我怎么赢了这样子。那个时候的状况是，我讲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手已经觉得他输了，然后回合结束换 Max， 然后 Max 那个时候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对的那只宝可梦往前推，然后喊攻击，他就赢了，他就进 Day 2，就这么简单而已。他没看到。结果呢，他推了一只完全没用的宝可梦上去。好，那这点就算了。他那个时候因为宝可梦是可以选择撤退，因为他有前面跟后面嘛。对。那个时候他选择撤退，把原本应该上去那只宝可梦推上去喊攻击，他也赢。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了让他推错的那只宝可梦上去喊攻击。喊攻击，如果攻击成功就赢了，但是那一只宝可梦的攻击方式是掷硬币，如果反面攻击失败，正面攻击成功，那结果他好死不死掷了一个反面，那攻击失败嘛，那就换对手，换对手之后他就抽牌攻击，好赢了，所以他自己，所以我觉得，所以他后来赛后他跑过来跟我们一群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你是哪来的疯子吗？你是怎样？他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原本会赢的，还是他就是想要用硬币赢？没有，不是，应该是紧张，因为他那个时候还算刚入坑没多久的时候的事情，确实，应该是紧张，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比赛最后了，很多人在看，他旁边都是人在看，那难免会紧张，那压力很大哎。但是再怎么紧张，这个失误也太离谱了。好，就是你只要喊攻击就赢了，这样子就这么简单而已，绝对会被笑。对，超好笑。这个他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逢年过节，只要稍微聚个餐、吃个饭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笑一次，好过分啊！好，继续笑没关系，看来可以多笑个10年没有问题。没错，这个太棒了。我想想，我好像不行，我没打比赛，我没有这种经验可以分享。最离谱，不行，我好像好想不到啦，耶！行，那我自己有几个问题想问你，请说。我其实比较好奇，你怎么会接触到台语？就是为什么后来会去学台语？这个就是因为我本来在大学之前都是对台语没有特别的，就是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是大学的时候刚好 YouTube 演算法推给我一支影片。那个是一个叫阿花塞蹦咪胖的影片，反正就是有一个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台罗战士，他非常认真的，我觉得蛮清楚的
就是拍了一支影片讲说台语再过几年就会消失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突然觉得，他说的，就是我看完之后就觉得，看他说的好有道理哦。然后因为其实我家的，就是我妈那边的阿公阿嬷都会讲台语，所以至少我小时候回去的时候会听到他们讲台语，所以我对这个语言就还是有一点感情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语言就这样消失，好像有点可惜，所以我后来才因为这样子就去修一些，就是大学有开台语的课，然后才去主动刻意把台语学回来，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其实语言这东西不是从小学的话是有点难度的，真的，无论是哪种语言的话，真的没有错，特别是口说这方面。对，因为口说平常也没有人陪我练习，但我觉得开台直播真的有练习到。国嫂是不会讲台语的吗？比较少，就是他跟我一样，就是跟我一样是家里面的长辈不会主动跟他讲，但是他阿嬷的台语非常漂亮，他阿嬷是海口，就是海口 King， 他有一个特别的地区的腔调，我很喜欢，然后我都会跟他阿嬷学台语。我说的跟他阿嬷学就是偷听他讲话，然后开始查字典，就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对，你刚刚讲到一个词“台罗战士”，那个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从上一集听你在跟李武讲的时候，我就很好奇那是什么意思。真的吗？你没有听过这个词？这个词我没有听过。通常大家是拿来当贬义词啦，就是像我跟我的观众这种会写台文的人，有时候就会被人家讨厌，因为有少部分这种人会歧视意味的。对，因为确实有少部分会写台文的人，就是会比较激动的跟人家说。就是你不可以这样写，你要写这个才是正确的。有些人就很不爽，所以他就会说你们这些台罗战士是想怎样？大概一开始是从这样来的。可是我觉得这个词就是他也没有很负面啊，就是我就是战士怎么样？我就是喜欢台文，我就是想要拿出来用，怎么样？对，感觉还蛮酷的。对，听起来很中二，我觉得我很喜欢，我就直接偷来用。对啊，没错。对啊。但是其实一开始你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好像是稍微带有一点歧视意味的，歧视意味的意思。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负面的，对，就有点形容你怎么好像讲台语讲出优越感的这种啊，确实，就是一开始是被这样用，没有错。让我想起前阵子也有人问过我，就是所以你写台文真的会有什么优越感吗？我就说没有就是如果你觉得有的话，你可以来学，你就可以一起优越咯。就是喜欢而已啊，对，没错，就是做喜欢，就是打牌也不会打出优越感，好吗？就只是喜欢。没错。应该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就是怎么接触到。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要到可能比较大了之后才去接触台语，因为你要说接触，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说什么第二外语，像无论你是什么，现在很基本就英文嘛，那第二外语可能有些人会选修什么西班牙、日文啊、法文这种的，那我真的很少听到有些人比较大的时候去选台语的，所以我就很好奇，真的是比较少就是对，比较少。有一些人是因为政治上的想法才去接触、才去学台语的，也是有这个。就是通常就两种，我遇到的就两种顺序啦。一个就是学台文，学一学就政治上就会有一些想法，然后另一个是反过来，政治上有一些想法之后，就会觉得必须要去学本土语言。这个会比较扯比较远，就今天应该是讲不完。没事，你好奇你还是可以问。对啊，因为我真的。就是比较少听到了，比较少听到。对，因为像我自己，我英文其实小时候也不是很好也算是因为那个时候要毕业了，然后家里的人问我说，你有没有想出国的意思？我就觉得哇，这个机会把握一下，就很难得。对，真的应该不会有第二次了，所以我就认真念了一下书。就是我必须承认，我以前的课业不是很好，就真的是还蛮糟糕的，属于应该说可以属于糟糕的那个层面。哇！但是那个时候我家里就说，因为我大学是念外文的，然后就主修英文嘛，然后就说你既然都念了英文，你有没有想说要出国念念看？我就
好，我就试试看。然后我就毕业当完兵之后就开始学英文嘛，就是不是学英文，就是比较认真练英文。很酷哎。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学，然后就去考试嘛，因为要去国外念书要考试，要有一个检定的。那时候对，那个时候英国，所以要去考雅思。雅思，对，要去考雅思，然后就考一考，然后就去念了，这样子。其实也其实我自己也蛮意外的，就是我没想到哇，我竟然会有这个身份在，就是虽然说应该说以现在人来看，好像不是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我自己是还蛮意外，就是我觉得我从小的功课没有到很好，竟然能够是以一个国外大学硕士毕业的身份这样子，很不错。有时候真的是可能要有一个具体的目标，你才会特别去学你需要的技能。对，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是唯一一次机会，所以我真的想试试看。还好有把握，太棒了，太棒了。还好把握，因为我必须说，在英国那段时间还蛮快乐的，不是说快乐，就是因为我在那边时间其实不长，大概1年半，因为英国硕士要念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1年半。那段时间应该是我这辈子念书最勤奋的时候了，就是我那一段时间跑的图书馆次数比我以前从小到大学的次数加起来还要多。那好像真的很充实。对，就是基本上都是念书，因为你如果没有考过的话，那就是因为如果你的论文没有过的话，那你就是要继续念，那就是花家里更多钱，所以我那个时候压力很大。我那时候压力很大，想说哇，我已经花家里这么多钱了，那我如果继续念的话，是不是要再花家里更多钱？那我一定要尽快的念完，这样子。真的是接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任务但是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好刺激，好刺激！哇，我也是很想要，我还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到其他国家生活，但是我其实一直很想试试看，虽然短期内也不太可能，但是不知道感觉去一个其他国家生活，感觉就是很刺激啊。我一开始去英国的时候，说实在的，就毕竟人生地不熟的嘛，那就也很不习惯。但是其实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就是你真的是逼不得已要用的时候，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厉害。确实，就是你把你一个丢到这个环境，强迫你要讲，你只能讲这个语言了的时候，你就只能讲了。那你只能讲的时候，那你就会越来越厉害。真的是这样，就是环境使然。没错。对，哇，听说英国的食物很难吃，是真的吗？不是难吃，英国是没有好吃的东西。我可以直接这样讲，不一样。就人家可能比较常听过威灵顿牛排，这应该是最常听过的。对。那其实也就是一个那种酥皮浓汤喝过吧？对，就是这种酥皮包着菲力牛排，就这样子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的超级无敌普通。你在台湾吃到的威灵顿牛排，跟你在英国吃到的道地的威灵顿牛排，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哇，太棒了，省了那个出国的钱。好，第二个，我们讲 fish and chips， 就是对，有名的大鱼薯条。对，因为英国那边讲 chips， 我们一般我们这种那个洋芋片，对，我们的美式叫做洋芋片，对，但是英国的 chips 我们讲薯条，对，那炸鱼薯条就是那种白肉鱼，我们用台湾来讲的话，有可能像是例如像什么那种便当店的那种吗？就是那种白肉鱼，就很廉价的白肉鱼，然后把它裹粉，然后拿去炸成一条黄黄长长的东西，就是这样，就是比较大型的薯条。比较大型的薯条，对，比较大型的薯条，然后再放一点薯条在旁边，再放真的薯条，对，然后再极大坨的那个美乃滋啊，或者是其他什么之类的这种酱，就是酱，对，就这样而已。这个是我想大家最常听到应该就是这两个东西，什么炸鱼薯条跟威灵顿牛排，这是这两个最常听到的。还有什么豆子罐头啊？
不是，应该说，你会发现一点事情就是，你很常听到这两个，对，那你还有没有再听过别的东西？没了，好像没有了。美食的话就没听过。对，没有错，因为这两个就是英国最有名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再别的东西了，超级普通的一个国家。我比如说，它跟因为我们家以前其实是算是还蛮常出国玩的，以前去过法国跟意大利，那个真的是那个食物的等级是不能够比的。哇，你举这两个都应该都是无敌的。对，都是好吃的国家，美食都是美食国家。英国真的是我去过之后想说。就是我明明去之前我就知道，有这两个东西，但我没有想去吃的意思。但有一次呢，我下课了，然后我就去我们附近就是那种卖吃的地方，有卖炸鱼薯条，而且很便宜，因为那就是平民小吃嘛。然后我就进去，我就点了，然后我点了，我吃了几口之后我就后悔了，到底在吃什么东西？不是因为那个鱼肉就是那种最烂的鱼肉，你说有点可能会肥，有点就是，对，就是很多油，那个白肉，对。对，就那种白肉鱼，油的那种鱼。对，然后就是薯条就薯条嘛，就薯条也就那样了。对，就薯条，然后给你加一堆什么美乃滋或是什么大蒜酱这种东西。可以想象。然后我吃完就觉得，哇，这就是英国美食吗？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对，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最常吃的东西是什么？那个时候最常吃的东西是 Subway。Subway 不错啊。对，然后或者是他们中东人那边开的素食，因为我去的那个城市其实有蛮多中东人的。然后因为我去的那是英国第二大城，叫 Birmingham， 就是你说的素食是 fast food 还是 vegetarian？ 对fast food。是是 fast food。对，那就是什么炸鸡啊、薯条这种东西。好像我反而不会去吃什么肯德基、麦当劳之类，因为那些中东人卖的，对，那些中东人卖的更便宜，非常便宜，就是他一个 set 只要大概只要1磅，那1磅就是40块。你想过一个素食套餐只要40块吗？不错我都想吃了。对，但是呢，我吃到后来我觉得哇，每天吃这些东西真的太不健康，所以我就开始学自己料理，因为你在国外总是要自己学一点东西嘛。确实，好像说很多人都说，就是你要去其他国家，你必须会料理，就是对啊，就是帮助你省钱啊，然后可以吃到正常食物。对啊，没错，就是省钱这种的。对，没错，就跟刘老师讲的一样，就是单就是差不多那种意思，就是非常便宜的素食店，真的超便宜。原来如此，好久没吃丹丹了，害我很想吃。但是我必须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我那个时候去素食店，然后已经去到跟那个老板有点熟了。然后因为他不是那种连锁品牌，就是他自己开的。然后有一次我就很好奇，我就问说，为什么你们那个 lamb 就是那个 lamb 就是羊肉，羊肉那个 lamb， 为什么你们的 lamb 跟你们的 beef 价格是一样的？之后呢，那个老板就笑了一下跟我说，其实那两个是一样的肉。他只是写出来觉得好像有不一样的选项而已，但其实他用的那个汉堡肉是一样的肉。靠北。我想说 OK 好的，谢谢啦，谢谢你。天哪！之后他就问我说：“你没有吃出来差别吗？”我说：“我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因为他说他加了一点羊油进去。”好，谢谢你。对，你怎么讲出来了？真的。我说哇，你竟然把你的祖传秘方讲出来了，哇，好棒哦！这蛮好笑的，就是加了一点羊油，它就变 lamb 了吗？太棒了！没错。好刺激。但当然鸡肉还是鸡肉啦，因为那毕竟吃起来不太一样。那个有点差太多。对。哇，这个有趣。好，我只想到最后一件事情是，之前不是有一阵子那个沙威玛传奇非常流行。对，但它里面那个沙威玛是有包薯条的，而且还是卷饼的。然后我从来没有吃过，但是我之前终于有一次在夜市看到了这种的沙威玛，我就整个心情就超激动，然后我就吃了一次，我觉得好好吃哦。希望你有吃过吗？你说沙威玛吗？对，它是就是卷饼的沙威玛，而且是有包薯条。我没有吃过卷饼的，因为一般在台湾应该都是面包那种类型的吧？没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我是大为震惊，然后吃下去就真的好吃，它真的是
那个卷饼配薯条这个组合非常赞，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吃到。哦，好，就这样，听起来挺赞的。对，因为我对沙威玛有另外一个印象是，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巴勒斯坦的朋友的，他是我在英国的时候最好的朋友。然后他就带我说，你要不要去吃沙威玛？我想说，应该就是面包吧。就他就带我走进一间餐厅，我想说，沙威玛用餐厅哦。然后他就找个位置坐下，然后里面真的就是那种沙威玛的机器吧，就是有肉的那种的，有那个肉对。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什么饭？”我说：“哈。”之后他就走到那个就是那种Subway的那种玻璃的那种柜台那边，然后去点，就点你要什么料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还要什么样的米，然后端上来的是你有一大个盘子。然后上面有很多你点的肉，你是羊肉、鸡肉或者牛肉这样子，然后还有很多饭跟一大坨的美乃滋酱跟洋葱，他们的沙威玛是这个意思。我记得好像沙威玛这个词其实是指那个肉吧，好像。对，就是吃法不一样。真想吃吃看。那个对，沙威玛是一种料理形式，不是指一种三明治。对，没错。没错。哇，这个我真的没看过。我目前的人生的视野的极限就是卷饼了。好，希望我有机会体验看看整盘的。好，那好像时间也差不多。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跟你问一下。请。我比较好奇为什么，应该说好奇吗？就是关于剪片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你现在都是就是全职接这个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对。那就是比较少的时间才会开台比较多。对。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其实我自己还在学要怎么剪，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就会想要有自己的风格这样，但是我真的把我自己的时间排得太满了，所以当然大多数时间我会想说算了，我就丢给火车剪吧。没问题，如果就是你剪片上有什么想法，你想要交流，也都就可以直接就聊天，就聊一聊啊。对啊。好啊，感谢你。不会，谢谢，就是很高兴有缘可以和你合作。还可以请你来聊天，太感谢了。对啊。今天学到很多新东西耶，我本来不知道你有在英国生活过，只是蛮精彩的，真的蛮有趣的。看来有机会可以多跟你再联动看看。看我什么时候买猛兽派对啊？可以啊，我们可以约个时间，因为其实我就讲白了，因为从下礼拜五开始，因为下礼拜五是《魔物猎人》上市的时候，《魔物猎人荒野》上市的时候，你刚刚说的对。对我已经请好了假了。不是我原本228就放假，但是你知道我多疯狂吗？我是那个游戏的狂粉，我从他 PSP 的时候我就超喜欢。那你知道我已经很久我已经疯狂到我3月我是几号？228玩的那个礼拜是3月3号到3月7号，那5天我已经请好假了。这个哇，你是把特休全部用下去啊？没有，我特休很多，因为我在外商公司上班，所以特休很多。我今年特休有18天。这真是值得的投资。对，没错，值得的投资。所以呢，我那5天应该说可能不止5天1、2、3，你要加周末下去吗？对，没错，我那8天就是直播的内容全部都是魔猎人，好嗨哦，好嗨哦，都是魔猎人。哇，不错，期待。好，那有想看连玩8天魔物猎人的朋友，我有丁选，你们可以去订阅魁宇，好不好？谢谢大家，感谢。但是我下礼拜1到4呢是很闲的，所以如果你想玩猛兽派对的话，我们可以约那4天的时间。好，我等一下然后看我是不是能再多找1、2个人，或者你那边能够找到人，我们也可以来联动一下，是没问题的。好，那我等一下来看看我什么时间有空，因为好啊。因为我下礼拜开始接了比较麻烦的委托，所以可能会对，不确定，但是我看一下，你有空再跟我讲，你有空再跟我说，没问题。
好因为反正我没事做，我也就是躺在那啊，好想赶快玩到魔猎人这样。好好，那我们今天快乐时光就到这了吗？结果没偷到你的口头禅，好像还真的没有，对吧？其实我真的很少讲什么口头禅，好啊，好吧，那不然问一下聊天室的 Max 跟那个 Jazz， 因为那个 Max 跟 Jazz 都是我打牌的朋友，请问一下我的口头禅是什么？来，我在那边问一下两位，我有什么口头禅吗？完了，逼问他们啊，我自己好像还蛮常讲，确实。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呢，我觉得确实是现代人非常常用的。一个说好了啦，一个说好啊，有吗？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可能多数人，非常多人都会用。对啊，这个非常普通吧？好吧，哈哈屁眼你会吗？哎呦，我必须跟你说，这个还是这个东西是。我跟你讲，比如说这个梗图是我们这一群打牌的人里面非常喜欢的梗图啊。好，那我理解了。不是因为你说要看那些怪怪的梗图之类的那种东西，其实我也是涉猎非常深的。怪怪的梗图，原来如此。对，没错。像你之前跟礼物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大部分我都略懂。很好，我们都怪怪的，我们都不太正常的。要看一些超级奇怪的东西，这个也好啦，这样生活比较有趣嘛。对啊，对嘛，总是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好，那倒是，好吧，我不知道我剪片的时候跟今天听到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就是有人说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算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你说我有时候啦，就是你要描述，就是可能几分钟前发生的某件事的时候。哦，好像是啊，就是我之前跟那个卡好还有 Uno 他们玩的时候，好像会讲这样子。对，没错。好像也就这样，这好像也还好。好吧，我觉得你要看你心情当你比较兴奋的时候，你会比较常说好好像是，确实要看心情。哦，没有说很多，那可能就是我让你心情没有很好，真是不好意思，委屈你了。不是那个要比较激动的时候才会这样讲。懂了，突然抽到很好的东西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希望有机会可以听到。耶，那我们就再来约看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玩吧。没问题，你下次要再找我继续上这个节目，我也是都没什么问题的。好啊，虽然我这个节目目前没有想过找来过的人，但是我也觉得好像可以找再好聊一聊。如果真的找不到人了，就可以考虑再找我一次。这样讲的好像我是把你当备胎，不是不能这样讲。因为我平常也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啊，对，我有感觉到我们聊起来蛮就是可以自然的一直往下延伸的感觉，会觉得对，因为我其实不太怕生，就是我感受到了，可以成为卡牌店的教学帮手的人，应该不会太怕生啊，确实啦，确实，对，没错，不错啊，我好像也是，所以应该是之后还可以再多聊几次。所以我觉得你，所以我觉得你弄这个节目还蛮酷的。虽然说我有时候不会讲话，但其实我是挂着在听而已。也是原来也是偷偷看台的这种。没错。好吧，那我要小心不能偷臭你。没有啦，不会啦，才不会嘞。好，那我们下次就再找你来，我们就多聊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咯。好，感谢我蛇，感谢奎宇来陪我聊天。好，不会，感谢你还带你的朋友来看我的台，太棒了。他们刚好有点进来了，洗蹭流量，我的主要目的达到了。没有了，谢谢。那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咯，跟大家说拜拜咯。那我们下次见，拜拜。下次见。